立陶宛称，部分货品已被中国海关系统排除在外，无法在中国大陆通关。该国将正式要求欧盟介入，以捍卫其利益。立陶宛今年以来与北京摩擦不断，在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挂牌运营后，北京立即宣布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并警告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据华盛顿邮报和美联社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情报官员周五声称，俄罗斯正在计划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进攻，最早可能于2022年开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说，大约17.5万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参与其中。一名长期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在前往欧洲的途中，在贝尔格莱德机场被拘留。据悉，2021年12月2日从伊斯坦布尔前往贝尔格莱德的维吾尔人科哈尔海塔姆在贝尔格莱德被拘留，并受到中国大使馆派出的中国情报人员的审讯。据报道，科哈尔40岁，有3个孩子，他被塞尔维亚当局拘留在东突厥斯坦侨民中，引起了不安。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六结束对海湾国家访问。马克龙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谈，双方同意共同推动解决黎巴嫩与多个海湾国家的外交纠纷，帮助黎巴嫩摆脱困境。马克龙并表示，与沙特王储就人权议题进行了坦诚对话。土耳其统计局公布的外贸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来，土耳其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进口依存度呈上升趋势。2021年前10个月，土耳其从俄罗斯的进口以美元计较，上年同期增长60%，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42%。2021年，两国在土耳其进口中的份额上升至22.6%。12月3日，韩国一部电影《欧文姬》被中方引进，并在全国播映，这成了6年来首部登陆中国大陆的韩国电影作品。2016年，中国政府在该国引入并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中国提出了强烈抗议。此后，中韩关系进入了冰点，很长一段时间，韩国的文化产品对华输出基本停止。在吉尔吉斯斯坦，12月4日马纳斯逝世日以一场音乐会庆祝。马纳斯史诗作为最伟大的史诗被载入世界纪录大全，由50.553首诗组成的吉尔吉斯马纳斯史诗，受记者、官僚、军人、青年和嘉宾参加了节目。